是台北对倒去，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阮安排将来代志，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愈工作日子，也通来安慰自己心内的彼。听石门路边的粉仔姊啊，人在讲对面迄间工厂是毋是？大哥是要用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女儿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念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算卡你，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情义。听石门头的办公阿伯啊，人在讲一间工厂有要采用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知半项，当真我地头前数。无希望，假使借钱也要忍耐3天无拿，将来为着幸福甘愿受苦来活动。